朋友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台南的环河街，这里是运河边。台南的安平运河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人文美丽的故事，所以当到运河里头，很多人会想象在这么美丽的地方欣赏月景，走进一间书店，是不是很美的享受啊？对，这里呢真的有一家非常美丽的书店，它叫乌邦图书店。很多人说这是台南最美丽的书店，为什么呢？跟着我走进来，您就知道了。我们走进台南最美丽的书店了。品荣，嗨，美强老师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他就是我们乌邦图美丽的店长品荣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品荣。品荣啊，大家很喜欢这个书店哈，可是每一次来的人都很想问，为什么名称叫乌邦图呢？好，其实这个名字的由来非常特别，是书店的创办人就是李先生，当初在成立书店之前呢，他在报章杂志上面翻到了一个关于乌邦图这个名字的由来。那他是一个人类学家到非洲的一个土著部落里面做调查的时候，意外发现的那个土著部落他们所和生存的方式，以及他们的团体生活的方式。那乌邦图这个名字，它有一个我在，因我们同在的意思在里面，所以就是说我在书店，你们在书店也与我同在就对了。对，那这个书店其实开了总共有几年呢？书店的成立时间是2018年的5月，所以了解，所以短短时间里头变成许多台南人的最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的选书总是很精彩。你可以带着我们去看看你们的选书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，跟我来。老师，这边就是我们的选书平台区。哇，这看起来很丰富的书籍耶！你们的书籍是用怎样的概念去做选书呢？我们其实书区的主题选书呢，我们是会不定期的做更换。那我们可能会依据，比如说当时的节庆啊，或者是出版业有遇到什么重大的事件等等的，会不定期的做选书这样子。所以你看这里面有，比如说思考的书啊，对，或是美食的书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大概都是不可或缺的哈。是，对。那你们选书主要是由店长来做选书，还是由我们今天喜欢乌邦图的朋友来做推荐呢？好，我们书店的选书其实蛮特别的，就是我们会有主要的同事负责书籍的采购跟选书。那选书的书单的部分呢，我们也都会跟同事们不定期做讨论。对，那比较特别的是说，我们其实书店有很多在学校里面现在还在就读的大学生，所以我们也我们也都很希望这些兼职人员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，比如他们有兴趣的议题等等，我们也都很开放，让同事们做选书。那我可以问一下，你们开店到现在哪一种书籍的主题大家最喜欢？我们书店的话呢，以比如说饮食类的，比如说美食哈，讲跟红队短是不缺少的，还有或者是旅游的书籍，对，这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。那近几年就是最近我们也有发现，比如关于心灵励志类的书籍，或者是投资理财的书籍，其实也都受到读者的欢迎。所以其实你们还蛮同步的去想到大家的需要，然后给书店做最好的选书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书店呢，其实这样的设计很多人非常喜欢，尤其是我记得你们书店有一个像这个书墙上面的那个平台，它像是一个水流。那所以当时在做这个书店设计的时候，有没有特别呼应你们这个地景是在我们的运河边呢？是的，老师说的没错。当初呢，我们的建筑师呢在规划我们整体空间的时候呢，就是以我们的前面的运河下去作为发想，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类似像河流的平台上面呢，其实也都是可以让读者们休憩或者是安静的阅读的一个好地方。所以我看很多很好的午后，很多人就坐在下面然后就看着那个书籍，好像想象一条水流穿过你们的透窗玻璃就出去了。所以呢，在那种下午的时候呢，微风徐来，其实庭院外面也是可以坐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还有户外座位区。那你们这里还很特别，是会跟咖啡做结合。对，是的。我想书店跟咖啡的结合在一起，就是很幸福的事情。那乌邦图这个书店呢，它即将在今年的年底呢，也会进驻我们的总图哦。那你们进驻的大概也是这样的类型吗？是的，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即将进驻总图。那我们的书籍呢，也会像现在的书店一样，我们也会做多元类别的选书主题这样。所以当然咖啡也少不了咯。对，美食也少不了。对，所以其实呢，坐在这里呢，我们一杯咖啡，然后呢，
沉醉在整个书香里头，想象那运河的水影，尤其是晚上特别漂亮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在那种感觉呢，波光粼粼之下，又有很多的好书可以陪伴你度过一个午后或是一个夜晚。难怪每个人都说这是一个最美的书店了。谢谢。我们今天谢谢品蓉给我们做这个介绍，也欢迎各位有空常常来参加我们乌邦图书店它的各种主题的讲座哟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打开一本书，就是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今天呢是到了一个很美丽的所在，也是台南最美丽的书店。没错，就是乌邦图书店。在这个书店里头呢，沿着这个书墙弯弯的水流一直往前流去，你可以想象哦，你会走到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，是不是住在这里你就觉得可以去旅行了呢？没错，我们今天呢是要介绍一位全台湾独一无二的旅行达人，也就是发现者旅行社的李茂荣总经理。李总好。各位美霞老师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今天很谢谢呢李总来到我们的现场，他是从台北赶下来的。那跟李总的这个姻缘呢，我想我得好好的来细说一下了。在几年前呢，有一个因缘，我到西藏的冈仁波齐神山去转山。其实转山的路呢，非常的漫长又高哦，因为最高要到5740公尺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我们就住在珠穆朗玛峰的基部，就在这样的地方呢，我们看到了有一位新华社的记者，他不断的一直在拍摄李总。我很好奇的问这2位记者说：“这个男人有什么好拍的呢？”他跟我说：“老师，您不知道吗？他可是海峡两岸去过西藏最多次的西藏达人，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去西藏140几次了。”那因为这样缘故呢，这一路上我对他非常好奇。我最好奇一点是说，当我们从那个塔青一直往这个当时卓玛拉山口走去，最后到冈仁波齐神山这一路上，3天里头，他为我们雇了3匹马，一匹呢补充物资上马去了，第2匹呢一个大的钢瓶以备当时不时之需的急救，第3批呢带的是医疗物资。李总总是告诉我们，我做是旅游事业要有情有义，因为呢我是不能够赌，每一个跟着我走西藏还有走转山的都是宝贵的生命，我绝对不做赌钱的生意。所以因为这样缘故呢，开始认识了这位有情有义的旅行达人，我才发现超赞，因为他就是台南人。所以呢，因此呢，我今天好好的问一问李总哦，李总啊，这个我们的事业哈，各行各业爸救哦，你为什么选择旅行啊？为什么会选择旅行哈？实际上，或许是以前也是一个憧憬，但是最重要的应该叫做走投无路才会走入这个旅游行业。走投无路4个字就可以成为一个人一生的志业。这种代志哦，带了给大家做出来。为什么走投无路还要走出一条路呢？因为以前是职业军人嘛，是。那职业军人退下来之后呢，没有什么专业专长，是。那没办法做了很多的行业都是失败啦，或者是亏钱。那到最后没办法的时候，干脆就是心想说。那或许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出国的，就是进入旅游业。哦，你喜欢出国，一定跟你以前在读台南海事学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个时候招准啊，被做惊准人爱呀。那有没有做成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晕船。你最好笑是这件事情，对啊。但最可爱的是这件事情，没有关系，用那条路走不通，就再走另外一条路。但是我知道那时候台湾正好大概20-30年前，整个旅游业就上来了。我们有很多路线，比如说走云南啦、西双版纳啦、走北京啦、走苏州庭园啦，都是好地方。那你为什么要走西藏呢？虽然我进旅游业已经将近30年，可是对于我来讲，第一个不是从事旅游行业的专业科系出来的。对。那也因为这样，我就变成要进入这个行业之后，人家都已经或许做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市场。日本有人做了，或者是泰国或其他的各个地方都有人做，那我只能选择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，
来介入，这个可能是还有一点点空间呐。哎，真是弗洛斯特讲的，黄树林里分叉两条路，而我选择其中没有人走的一条，一切果然完全不同。可是您当时讲到你不是一个旅游科班生，但是你却要去走这个旅游市场，你是做了很多的努力之外，那对于西藏这个选择，事实上也应该是万事起头难吧？对，因为原来刚开始选的是丝路，对，可是做不到大概6、7年之后，丝路又有其他的旅行社或旅游那个其他的人介入了，对对，那也就是经过的一番厮杀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干脆就直接叫转入到更偏远或者是更有门槛的一个地方来经营，或许会比较有我的空间。你这样的选择其实蛮特别，是因为敢走进西藏就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专业，是，对不对？对，某种程度的热情，还有某种程度的投入。对，所以当时呢，我就觉得在您带的这么多西藏的团里头，我相信呢，其实很多团员会被你感动。以我来讲，我就记得我们当时呢，在这个去转山的过程，从这个卓玛拉山口5500公尺到5740公尺这段路，没有一个人走得动。可是那一次，我觉得很感谢李总。当我们走到最高峰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藏传医生对我们的一个照顾，然后还有呢，你让那个马驮的那个钢瓶，还真的把我救活了。如果没有那时候，可能现在没办法坐在这边主持节目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我就觉得，其实李总呢，在做这样的一个西藏团的时候，是真的有情有义，真讲咱台南人的特色。那我知道你西藏走这么多那为什么你会特别推荐很多人去转山呢？因为我觉得转山这个是整个全世界最难的一个行程，对，绝对是不输任何一个地方。因为海拔那么高，对，路又这么难，没错。第一个难，然后吃住的条件又很差，对。所以呢，我每一次带客人去转山的时候，我都有一个感觉，我们都觉得自己已经很辛苦了，可是我们回头一看，回头望的时候，还有比我们更辛苦的。人家是3步一跪，3步一跪的，然后跪了，然后整个转山。对呀，那个才是我们真正觉得说，平时我们都觉得是自己已经过得很辛苦的，但是回头望，还有比我们更辛苦的人都还有。其实我在那路上看到那些藏地的婆婆们70、80岁，或是那些老爷爷70、80岁，3步一拜，9步一叩的时候，而且那个地是整个冰天雪地耶。是我第一个感觉是在路上看到了一种信仰的力量，而且是一种叫做坚持。对，我们做任何事情，只要能够坚持下去，应该都可以完成。对，以他们的那个年纪，他们的体力，理论上都比我们还差了。对，可是他们就是因为有那个坚持，能够那个下去，他们还是整个走完那个转山。其实，在转山历程中，我记得我有遇到过几个藏地的朋友呢，他们身上挂着自己家人的牙齿，因为家人过世了不能转山。可是他们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一辈子能够转这样的一趟山，可以洗清一辈子的一个罪孽，或者洗清一辈子的过失的时候，我突然间觉得转山有它很神圣的感觉，是说，当你在转山历程中，你在一步一脚印的过程，回想你生命中你所做的一切。你所想许的愿望，或是你所想念的人，或是有所亏欠没有做到，我倒觉得转山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我反省的禅修之路。没错。好，如果假设真的我们回过头来看呢，它是一段应该叫做洗涤或者是静心的一段的里程啊。那确实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可以思考的一个空间，因为有时候真的好像要爬过那个卓玛拉山口，很辛苦好像都喘不过气来。对，没错，都觉得好像自己为什么要为了争这么一口空气，然后来这个地方，然后要走这么长的路，要坐那么远的飞机。对，但是真的走下来之后，我们会发现，确实让我们有很多的沉思沉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机会。其实我很感谢您在这一路上对我们的照顾，包括说你一路上请那个藏传医生吴医师一路上跟着我们。我觉得走到5740公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很多人是带着愿望而来的，包括我们同行的。那么当时那个董妹呢，爸爸过世了，他就觉得说要带着爸爸的愿望来转山。可是我当时呢，在5740公尺看着前面的冈仁波齐神山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千百年在山都在，千百年来呢。这个整个山呢，多少人都在，愿望也在，然后那个
转山的惊奇都在。很多人带的愿望是为了前世还愿而来，或是为了来生的许愿而来。我突然间这个山呢，其实充满了很多美好的愿望，所以难怪你会这么鼓励我们，就这样去转山，完成你自己不可能任务。那不光是旅行哈，那可能更是给自己最好的挑战，对不对？没错啊。你转山到底转几次啦？转山如果假设算下来30几次。你好几辈子的罪孽都洗完了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应该这样讲说，他成全了很多人，以他的专业呢，让我们的成愿而来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呢还愿而去，我觉得蛮好。那我想你在西藏，其实你走了这么多趟，100多趟。从最早时期的西藏看到现在，你当然感触也很深啊。因为我觉得在后藏常常你告诉我们说，这4500公尺，这多少海拔里头，以前都不是这样，现在其实山水也正在变，时间在流失，大山大水你看过了。那我很想请问您哦，你在这样的历程中呢，有没有遇到某些你自己觉得最感触的一个故事，然后来给我们带来爱塔车的朋友分享一下？我想跟大家那个台南的这个乡亲来那个做这个分享哈，也就是白鸡市了解那个最富有的乞丐，了解。嘿嘿，为什么我会把这个名字？乞丐就是乞丐，一般来讲，乞丐应该是跟人家伸手要钱吧，讨钱了。对，哪有说最富有的乞丐呢？既然已经最富有了，为什么要去当乞丐呢？对对对，实际上是一个富人。对，先生车祸死掉，是他带了那个年幼的小朋友，然后就在白鸡市那个地方，那已经日喀则那个地方，对，过上去了，没错，对，去跟人家乞讨，可是他乞讨的方式跟其他人不大一样的，对，他就是只会站在你的旁边，不会伸手来那个跟你要钱，了解。那即使你给他1块钱，我说呢，比如说好了，前面的一个客人可能给他1块饼干呐，对。他会把你给他1块钱之后，把上一个客人的饼干送给你分享给你对，了解。那也因为这样呢，我试过好多次，看过他好多次。即使是有些客人给他饼干糖果，他会分享给后面来的这些的观光客。对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有一次问他，你在这个地方一天大概可以乞讨多少钱？对。他那时候跟我讲。可以乞讨大概在35块钱到40块钱左右，人民币。对，人民币。那我问他说：“那你一天，从哪边过来，坐车啦，花的钱、需要吃的这些的开销多少？”对。他跟我讲说不到10块钱。我说：“那你这样的话，一天你就可以存30块钱吧？”对。我就跟他讲：“那你1个月就可以存1000多块啦，怎么的？”那为什么还要乞讨？对，为什么还要乞讨？对。他说：“没有，我会把今天所那个结余的这个剩下的钱呢。”会捐给寺庙。了解。所以其实对他来讲，他虽然很贫穷，但是他仍然用他自己身上所有去分享，不管是饼干，或是他今天呢，他拿自己需要的生活费，剩下他就把它捐给寺庙。对，这是一个分享的富人嘞。是。那我还要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，就是最主要的，他那个小朋友跟着妈妈一起行乞，对，一直在行乞。可是到了大概那个6岁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求他，希望他这个小朋友能够去读书，不然的话一辈子他跟着妈妈在看人家在那边乞讨，以后长大了，他可能心想说，我只要站在观光客的旁边，要钱就可以，对，就可以活下去了嘛。可是我们坚持说，你能不能那个让你的小朋友去读书所以应该这样说，李总，你去过西藏非常多次，所以每年看到这孩子跟着妈妈身边一直乞讨，你赶快黑人是套路啦，爱讨车就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这样，你就跟他妈妈讲说，一定让你小孩去读书。那后来他有做到吗？好，这个也就是问题的关键。隔了1年，他没有让小朋友去读书。对，我知道他每一次来都会围绕到我的旁边来跟你乞讨。对。或者是好像说，一个老朋友来了，对，了解，每年都来那么多次，每一次都来，对，那就是在隔1年，我发现他没有给小朋友去读书，我就从那一次以后，我就不理他，也就是说，他有时候会站在我的前面，我就故意把头给转了，我当作他不存在了，不存在。你真的生气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让小朋友去读书。了解，他才就重要。结果呢，你发现妈妈宁可把小孩带在身边乞讨，不给他读书，对不对？那结果呢？这个大概有大半年过哦。是。我就有一次半年以后，我就把
藏族的导游，然后来当翻译。是。我问他，你知不知道这半年来为什么生气？对，为什么我都不理你？对，我说我就跟他讲说，因为你骗我。他也是莫名其妙，为什么我骗你？对，因为你去年就答应我要让德布，他的小孩叫德布。对，我说你去年就答应我要让德布去读书。对，可是今年来你都没有让他去读书。哦，了解。我不理你的，你既然骗我，你就不是我的朋友。了解。他当场哭，他说好，他一定会让德布去。后来德布有读书了吗？有，德布有读书，然后到最后他的成绩很好。我想到了，我去过那里3次，对，去江之嘛。哎，对对对。那每次都看到我像看老朋友一样，会带我们去上厕所，还免费。他说李总带来的朋友上厕所都是免费的。你看这里我刚讲，可是最重要，他在带我们去的路上告诉我们说，德布呢，他因为读书的关系，所以现在有很好的工作机会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没错。那也因为德布他有去读书了，对，然后也上了国中啊，然后现在算下来应该已经要读高中了。哦，了解。那也是学了一技之长，我觉得是这是最重要的。对，这个最重要的。想象说，其实你把很多的恩惠给了别人。我记得我们当时呢，到这个绒布寺的时候是5200公尺，这上去是5400了哈。那当时呢，我们就发现，在绒布寺的水龙头。其实也是因为李总的关系，所以呢，由台湾的一个哪个企业的董事长，他就来替绒布寺背水的婆婆们想象，你们寒天寒地的赤着脚在那边背水很可怜，不如装个水龙头吧。这个是哪一个企业呢？高一工程，高董。对，高一工程，我就觉得很了不起。因为实际上我们到了那个珠峰大本营那个地方，绒布寺。海拔5100多，快5200。对。结果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那个真的是冰天雪地，还要到外面去把那个水很远了，一直往高处爬。对。然后还背一小桶绿桶子的水回来，对不对？每一次我看那些的那个藏族姑娘，她们所背回来的，根本气喘吁吁。对。那我们可能是就在餐厅里面，还有烧牛粪啊，对，那还蛮温暖的。对，那我们就在那边喝着热茶，那热茶是他们一滴一滴的这样背下来。所以当时高盛也是因为你的虔诚，所以后来呢，董事长呢，他们就因为这样缘故就能够帮他们做了一个，现在目前海拔最高的寺庙，然后呢，绒布寺那个水龙头，不要忘记啊，是我们台湾人去帮他们做的。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，是我记得我们应该是在去年嘛，我们去到那个后藏的时候，那雅热国小海拔也是4400多嘛，那雅热国小，然后跟着李总出门，其实有的时候还蛮辛苦的，因为他告诉你们要多背1公斤的东西。那我们行李有20公斤哦，可是其中的19公斤是你的行李，1公斤要背什么呢？他希望能够背着你的爱心去到你旅行的地方。好，这个当时怎么会想象这个活动？因为我也就是走阿里这个地方，对，走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其实上物资都已经很缺乏，是，尤其是小朋友要读书，因为要的物资，笔记本啊，一些的铅笔，实际上都太少。这个是之前有一个熊巴小学的校长，是。他跟我在茶馆里面、餐厅里面聊天，是一聊天的时候，他才告诉我说，他学校的小朋友实际上都最缺少的就是哪一部分的东西。对。那我当然那一次我有听进。对，你还包括防热衣啊，对，文具啦，或甚至是阅读的书籍啊，是，甚至其实呢，我还遇到了一个藏传的医生，他当时呢，他们的一些医疗也是您在拉萨的时候，你觉得帮忙他们的，所以这个医生事实上他也是跟着您蛮多年的认识之后，每年你都提供他们一些的物质，帮助比较偏远地方的人。是，对啊，没错，因为他当时也是跟我讲说，他的那个医院里面最缺少的是哪一部分的医疗器材。哦，了解。那我就心想说，一个年轻人能够在北京读医科，而且他的成绩是可以留在北京的，听说是拉萨医学系的前6名毕业的。对。他有资格留在北京哦，对啊，他还不留在北京，然后特别申请回到西藏来，对，而且是到后藏，对，和特别那个申请到后藏，对，当时到重巴那个地方去嘛，对，嘿，是。其实我很感谢李总哈，因为您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我也真的走了西藏这么多次，而且我觉得西藏是很好的一本书。
我们借着呢，今天走到那样的氛围里头，我们看到了许多其实比我们更贫穷的人。所以你带给我们的也许不只是旅行，它更可能是一种我觉得很好的功课。我们从别人贫穷还有困难之中，发现他们还是可以坚守下去。所以我们觉得，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蛮富有的。那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说，你旅行很不同，你还替他们背了文具去，背了他们的防热衣去，然后呢背着他们所需要的物质去，甚至于或者是我们讲说跟一个白居士的一个乞丐，然后做了朋友之后，鼓励他小孩子也多读书。所以我相信《旅行》这本书对你来讲，其实虽然从走投无路开始，可是非常感谢的是，你既然要旅行呢，也教会了我们旅行它有许多的功课，可以让我们走出更不同的人生之路。谢谢李总。谢谢，谢谢。风风花树头飞，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。风风花烟拍拍，日日点点一地走拖。春花红红插头丛，碰棍青青遐大丛。风来片片人乌蝶。浮城上水看一丛。